漫威影集《夜魔俠》重生 Daredevil Born Again 首播以來，觀看數屢創佳績，締造 IMDB 的 8.7 高分，影評網站爛番茄的 87% 新鮮度驚人好評，更一口氣推出2集，皆有拳到肉的火爆動作戲，不僅有獨自挑戰眾多槍匪的銀行攻防戰，另有對抗全新反派繆斯的地鐵站打鬥，讓網友直呼年度最爽動作戲。飾演夜魔俠麥特梅鐸的查理考克斯 Charlie Cox 受訪也強調，雖然漫威影劇時常運用很多特效，但是夜魔俠重生幾乎全是真人上陣對打，才能給粉絲最身歷其境的爽快對打，一切幾乎都是來真的，我們要經過多次排練，才不會被武器、拳腳給打傷。查理考克斯以及飾演金霸王的文森唐諾弗利歐 Vincent D'Onofrio 在最新集數中都有不少動作戲，除了有銀行攻防戰的精彩打鬥橋段，將受害者血液抽乾的變態連環殺手繆斯也正式登場。當夜魔俠終於找到繆斯在地鐵站的藏身處，兩人也展開激烈搏鬥，近5分鐘毫無冷場的死命互毆，也被網友狂讚今年看過最精彩的動作戲，絕對是夜魔俠系列的經典橋段之一。兩位主演近期接受美國版 GQ 的訪問，透露除了對打時的飛刀、武器，一切都是來真的，因此必須要與替身、特技團隊協調好才能上陣。查理更提到劇組團隊要求動作戲必須實景拍攝，我們要學會怎麼攻擊、防守以及反擊，要訓練很多次才能清楚記住每一次的踢腿、揮拳，並以此做出反應。查理與文森都對這些真槍實彈的火爆打鬥感到非常熱血。夜魔俠是超級英雄，他要有超乎常人的反應力、體力，也要有捍衛正義的決心。你知道，當他每次出現，擺出招牌動作與反派對打，都絕對會讓粉絲興奮不已。文森更說，這就是我在漫威工作最開心的事之一。漫威影集《夜魔俠》重生 Daredevil Born Again 首播以來，觀看數屢創佳績，締造 IMDB 的 8.7 高分，影評網站爛番茄的 87% 新鮮度驚人好評，本更一口氣推出2集，皆有拳到肉的火爆動作戲，不僅有獨自挑戰眾多槍匪的銀行攻防戰，另有對抗全新反派繆斯的地鐵站打鬥，讓網友直呼年度最爽動作戲。飾演夜魔俠麥特梅鐸 Murdock 的查理考克斯 Charlie Cox 受訪也強調，雖然漫威影劇時常運用很多特效，但是夜魔俠重生幾乎全是真人上陣對打，才能給粉絲最身歷其境的爽快對打，一切幾乎都是來真的，我們要經過多次排練，才不會被武器、拳腳給打傷。查理考克斯以及飾演金霸王 Kingpin 的文森唐諾弗利歐 Vincent D'Onofrio 在最新集數中都有不少動作戲，除了有銀行攻防戰的精彩打鬥橋段，將受害者血液抽乾的變態連環殺手繆斯也正式登場。當夜魔俠終於找到繆斯在地鐵站的藏身處，兩人也展開激烈搏鬥，近5分鐘毫無冷場的死命互毆，也被網友狂讚今年看過最精彩的動作戲，絕對是夜魔俠系列的經典橋段之一。兩位主演近期接受美國 GQ 的訪問，透露除了對打時的飛刀、武器，一切都是來真的，因此必須要與替身、特技團隊協調好才能上陣。查理更提到劇組團隊要求動作戲必須實景拍攝，我們要學會怎麼攻擊、防守以及反擊，要訓練很多次才能清楚記住每一次的踢腿、揮拳，並以此做出反應。查理與文森都對這些真槍實彈的火爆打鬥感到非常熱血。夜魔俠是超級英雄，他要有超乎常人的反應力、體力，
也要有捍衛正義的決心。你知道，當他每次出現，擺出招牌動作與反派對打，都絕對會讓粉絲興奮不已，民心更悅。這就是我在漫威工作最開心的事之一。夜魔俠重生每週在 Disney+ 獨家上線。